2026年 Tesla 上半年預測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訂閱。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通勝2026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拎到咧，可以 join Patreon 嘅。咁今日係2026年嘅1月15號。咁點解會講 Tesla 咧？因為 Tesla 咧都係美股嘅散戶嘅最愛之一啦。咁今年1月咧，真係好似有啲風光不再。咁但係我想講咧，1月已經係比較好嘅月份嚟嘅。咁其實之後咧係會反覆嘅。因為咧1月係有幾丑土財星啦，咁但係都要跟住大市回調，咁你可以想像下之後嘅情況係點啦。2月咧，其實 Elon Musk 咧係會有破財星出現嘅，咁但係即使你話唔係大跌都好啦，但係都會比較反覆一啲啊。好啦，咁睇下4至7月啦。4月咧壬辰月，咁大家見到壬水咧，但係想提一提咧，你記唔記得2025年6月壬月嘅係發生乜事咧？即係舊年啦嚇。咁咧就係 Elon Musk 突然之間就大鬧 Trump 啦，就搞到咧股價就突然之間咧急跌咗至少有10%。咁5月嘅季節月咧，我諗咧都係有啲波動嘅。咁6月同7月咧都會見到Elon 嘅破財星，咁但係我先聲明啦，其實唔一定係跌好耐，反而係一個 V 型嘅機會。咁我諗咧，即係上半年咧 Tesla 都會比較震盪一啲嘅，咁但係每一次嘅震盪咧都係機會嚟嘅，咁大家就好好把握啦。